我係1號民建聯葉傲東。我係工聯會2號參選人李貞儀。Hi， 大家好，我係方國珊。大家好，我係4號張美雄。5號候選人陳志豪。堅守一夫一妻傳統，堵塞輸入外勞嘅漏洞，確保香港人優先，堅持2蚊搭車，支持民建聯，齊建好家園。畢業於香港大學、清華大學嘅雙碩士學位，保障本地僱員就業優先，完善新界東南地區嘅交通網絡，完善我哋高風險長者嘅資料庫，着力發展我哋嘅海上經濟。我喺地區服務咗17年，希望喺呢次嘅比賽裏邊一齊贏翻一次，打造將軍澳同埋馬鞍山一帶嘅活力海濱，加快提升將軍澳嘅班次，引入一啲經理人酬金嘅調減，爭取我哋公營街市超級市場平衡物價，加快我哋嘅康文設施，締造超級海濱長廊，加密我哋將軍澳嘅港鐵班次。3個願意生小朋友，願意養小朋友，願意買樓，我哋無分彼此，一齊為香港入波。過去咧擔任過多個地區嘅諮詢架構委員會嘅主席或者係委員，將新界東南建設成更加宜居、弱勢社群得到更大嘅支援，青年人更能夠盡展所長嘅地區。3大願景齊推動，支持1號葉傲東，李貞儀2個碩士高過你，從不氣餒，絕不氣場，突破障礙，踢出未來，為市民謀福祉，為香港謀發展。民建聯喺兩會嘅提案，亦都提出咗新股通嘅建議，深化兩地嘅資本市場互聯互通，積極推動亞投行喺港設立區域辦事處。我哋曾經亦都走訪東盟10國，亦都招商引資。重點就要準確定位高端人才嘅聚集高地。作為我哋香港，我哋有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，我哋要搶嘅就好似青年人才一樣。我哋有創科園喺我哋將軍澳，不論生物科技、航運、空運中心，我哋都可以發揮重要嘅貢獻。青年人亦都可以把握呢個機會，投身創科，提供更大嘅優質嘅發展機遇。我哋必須要同大灣區嘅內地城市一齊合作，善用翻我哋大灣區嘅一啲科技、生物醫藥、無人機等等方面嘅優勢，再與我哋香港嘅金融體系結合，我哋人民幣國際化係可以做到一個離岸嘅試點，善用我哋香港嘅普通法、國際化嘅優勢，做大個餅。當我哋邀請呢啲國際嘅經濟領袖，我哋係咪可以再帶領佢哋去大灣區交流，繼而香港助力喺國際社會去建設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品牌呢？我哋有大量呢世界排名前100位嘅學校，所以我哋要吸引到好多國際一流嘅學者、學生嚟到香港，繼而將佢哋嘅技術引入嚟香港。第一係出現問題嘅時候，可以有效嘅機制去釐清究竟係政治問責定係行政問責。第二，需要係設立調查委員會。第三，亦都要檢視公務員嘅薪酬同埋相應嘅獎勵安排，避免過去有部分公務員做有36，唔做有36。最後，我哋希望政府可以同公務員有充分嘅溝通。我哋要希望呢一個責任制可以提升政府管治嘅透明度，提升佢嘅管治效能，更加要提升佢嘅管治威信，更加可以優化我哋嘅協商機制，可以改善我哋樓宇滲水同埋冷氣機滴水嘅問題。有公務員團體係擔心新嘅機制可能令到出錯嘅責任會向下咁樣攤分，變相就令到啲部門首長作為第一責任人嘅責任就反而最少，造成縮小放大嘅後果。我希望呢個準則要關注。我係支持嘅，希望可以令到我哋成個嘅政府團隊係可以向上求進。其實我哋亦都要加強我哋公務員嘅培訓，提升我哋公務員嘅一個團隊嘅治理能力，可以善用科技去締造一個共享信息嘅平台，互通信息。我係完全認同咧，我哋都要有一個更加科學客觀嘅機制咧，去評價表現，而且呢一個咁嘅機制咧，係應該係較為清晰，同埋可以向市民交代嘅。等我哋嘅市民咧，可以更加了解到我哋嘅3C15局每一年究竟做咗啲咩嘅成績。票投5號陳志豪，支持4號張美豪，支持3號方國珊，票投2號李貞儀，支持1號葉傲東。大家記住喺12月7號踴躍投票。